台湾准备要甲印度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 MOU， 嘛暗示要引进印度的移工哦。网络传出讲年底特别引进10万的人，正烦恼讲印度移工会影响到社会治安。也毋过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示讲，要引进10万的印度移工是这个消息咯，是假消息。嘛针对移工的数字咯，劳动部强调讲会严格来把关。台湾的移工来源国家只敢若4个国家。为了要解决欠工的问题，就甲印度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 MOU， 引入印度移工。不过，这马团讲引入的人数是10万人，也认为印度移工会影响社会治安。劳动部长柯明春16到立法院质询，强调10万人的讲法是假消息，这是假讯息。那我们怀疑这是有人刻意在操作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呼吁我们的国人同胞不要掉入认知作战的陷阱。但是立委质询时阵也关心签署的进度，也有这寡人会去倒一寡产业。柯明春表示，将签署好了，才会进行所落来工作会议，讨论引入的是倒一寡产业，也有人数的部分。那个 MOU 到底进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是不是已经批准了？我们还没有签，正准备要签，接洽。什么时候签 MOU？ 那跟我们报告 ，MOU 如果签了之后，才会展开后续的工作层级会议。没有错。包括委员您刚刚关心的，到底哪些行业要开放？除了引入印度移工的问题以外，立委也关心一寡不法的中介，向想要换主人的移工收取买工费，也有向雇主收赎薪费的违法的行为。那买工会是转换雇主的时候。好，他们跟移工收2万到9万。最近雇主团体也在跟我抱怨说，雇主每次换一个劳工，他也来跟我收2万到3万呢。我们现在都专案查，你一样查，你去跟这些移工团体的这些代表发言的人去跟他了解到底是谁，我们去查。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专案的查，定期查访。还有如果民众有检举，我们一定是查。柯明春回应讲，今年已经裁罚8件违法收费业者。也强调，有真侪移工讲有互人收买工费，劳动部进一步调查，拢无证据，希望移工会当勇敢提供证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